状
关于就是 EQ 嘛，EQ 要太高，在有一个小博士，他还说有卖一个智慧的技术，卖一个智慧的技术。他说，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，当你遇到困难、瓶颈还是挫折，当你控制不了情绪的时候呢，他叫我们说，向前三步想一想，退后三步。你控制不了你的情绪的时候，记得三宝的用途，就是舌大面条，把你的心静下来，想一想，向前三步想一想，退后三步想一想。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呢，可能我们可以把我们那个嗔恨心呢控制好。然后控制好的话呢，那个嗔恨心会慢慢的失下来。好像我们前几年那个新闻那个东西好像是在哪里就是炸东西嘛，那两个花生的过桥，那么他的先生呢，就把这个小孩子拿起来，说这样对他的太太说，你再说我就把孩子丢下去。那时候呢，你如果可以舒缓一下，就没有飞机了。但是他太太也是很积极的提着，结果呢，他先生真的把小孩子呢丢到那个油锅里面，把捞起来，送医呢，过几天就往生了。社会当中真的要学会是那个情关情关系，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哦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也可以让我们说明尊重，谁会尊重你也是情绪管理的一种方法。因为尊重在道场当中，我们也可以时常去看到为什么要尊敬尊敬前辈者呢是应该的嘛。那么尊敬我们的晚辈呢是友善的，那么尊敬晚辈呢是高调的。刚才如果可以互相尊重的话，就没有那种事情可以发生。所以，如果两个人可以互相尊重的话呢，可以就是可以比较安全的讲，然后之间的关系或者那种分享这么好的道理呢，让我们在修行换道的过程当中呢，每个人都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。事实上，有些因为就是刚才你的是有没有慈悲心？
三，向我向我面到一公，再一公，三一公，再对我先对一公，公到一公，再一公，三一公，再对我先对一公，再对两个对一公，再对两个三。反正人家可能嘛，老师应该是那个，那天我们马来西亚9点网络读经哦，利用这个赖群组，利用赖群组网络读经哦，先听音乐。
读经的时间到了，读经了，用赖来读经哦。读经的时间到了，要用赖来读经了，用赖的群组，透过赖的群组来读经了。有点读经，好像说，嗯，加入以后把那个麦克风呢，还有那个摄影机都关掉，这样就不会照到自己，然后才会找到别人。麦克风跟那个摄影机的角度要按一下，让它变大，大，大，大。